喺珠海城區啊 ，total 87萬咧就可以攞低呢層單位啦，全屋家私家電全部配備齊全俾你，亦都係一個精裝現樓，即買即刻可以入住嘅。咁實物門額、密碼鎖啊、下櫃啊都係幫你做好嘅。咁呢邊4人餐台入到嚟嘅話，廚房係一字排開嘅。咁呢啲燃氣爐啊、油煙機都係用翻一線品牌㗎。側邊嘅話做一個生活露台係可以擺雜埋拖把、掃把、洗衣機都冇問題嘅。咁成間屋嘅客廳開間去到3.5米嘅，都非常之闊落噶啦。咁呢邊就露台望出去嘅就係我哋一個雙熱家嘅狀態啦。咁啲雙熱家咧全部都係開制熱噶啦，食飯啊呢啲買餸啊都係樣樣齊全噶啦。我哋睇下休息區呢邊，咁呢間嘅話就兒童房啦，採光都係非常之靚仔噶啦，公用洗手間，乾濕分離。咁呢間嘅話就係主人房，有埋全人送飄窗嘅。咁而家呢層單位嘅話 ，total 87個就可以搞掂啦，精裝現樓，送全屋家私家電俾你啊！咁樓下嘅話，星期家全部都開齊晒，亦都有香港直通巴士啦，可以翻到香港各個區域嘅，20分鐘就可以翻到關口。中意呢層單位嘅朋友 call 我實地睇樓。